讲到这美国呢要扣对顶关税，中国代表23伫咧联合国安理会就批评讲，这美国关税战呢是霸凌的行为，去互美国代表吴婷用华语甲伊批评讲，这中国做的甲讲的完全拢无共款，而且头一届伫咧安理会顶头讲到，中国乱用联合国第27500号决议来孤立台湾。美国甲中国伫关税战互相拼场，中国23伫联合国安理会指控美国利用关税政策甲全球霸凌的行为。美国的代表吴婷嘛大力反击。如果美国真的想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就应采取平等、尊重和互利互惠的态度。任何极限施压、威胁讹诈，都不是同中国打交道的正确方式。中国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 ，no more. President Trump is resetting the trade environment so that China can no longer take advantage. 吴婷唔但用华语来反击，还佫讲到中国伫南海扩大的行为，而且嘛头一届伫联合国安理会批评中国乌白使用27500号的决议。We underline China's misuse of U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758 in its attempts to isolate Taiwan, mischaracterize other countries' policies, and constrain their choices. This resolution does not preclude Taiwan's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in the UN system and other multilateral fora. 外交部感谢美国支持台湾争取国际参与。学者表示，虽然川普的不确定性真悬，不过伊的团队为国务院甚至是联合国系统，拢会当看出伊有咧增加挺台湾的力头。滥用2758号决议，这也是中国胁迫行为的其中一项。用这一个决议案来宣称拥有台湾的主权，以及宣称一个中国的这个原则。那美国一直长期以来都是没有承认所谓一中原则的，同时也是要警告中国不能够再继续这样子胡闹下去。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郭立坚，伊伫人面册铺文，讲25已经甲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见面，讨论台美坚定的承诺，强调会持续拍拼，互台湾甲美国拢变甲更加安全、更加有力量、更加发展。记者综合报道。